9点多散步。10点请教医生。淤血。1点冰敷，每次15分钟，2次之间勿用热敷。2点受伤24小时之后使用热敷。3点把脚抬高靠墙。4点每日摄取维他命 C。5点注意某些药物，例如阿司匹林、抗凝血症消炎药、兴奋剂或气喘药。6点不可酗酒。脂肪过量。1点减少脂肪摄取量。2点摄取淀粉食物。3点远离甜食。4点减肥。5点运动。6点避免酒精。7点摄取鱼油。糖尿病。1点摄取碳水化合物，应有50%、60% 的热量来自碳水化合物。2点摄取适量蛋白质，应占总热量的12%、20% 以上。3点减少脂肪摄取量。4点多吃纤维食物。5点减少胆固醇量。6点使用代糖。7点谨慎使用果糖。8点低放甜味剂中的热量。9点少量多餐。10点限制酒精用量，每周不喝超过60 C 的烈酒。11点将酒精视为脂肪。12点减重。13点定期运动。14点快速步行。15点勿从事举重或需要用力推拉的运动。16点照顾牙齿，维护口腔清洁，定期检查牙齿，使用牙线。17点佩戴药和适当的假牙。18点减轻生活压力。19点放松身体。20点定期验血。21点使用成药应请教医生。22点血糖过低或太高都要请教医生。23点受伤时必须送医治疗。